家具行内放伫各式家具，等待人客自行挑选，将镜头设到另外一边，煞变成咖啡厅的布置。但这并非虾米样品示范，而是真正咖啡厅伫遮营业。4位年轻的好朋友结合各自的专长甲优势，伫安南区富安路4段合开了1间不凡法式甜点。而这个地点过去嘛曾经是家具行的仓库。家具行的头家柯忠宏为了帮助少年人圆梦，特别将仓库整理出来，让因开店。后面这块空间呢，应该是我工厂的部分啦。那因为就是比较没有用到，那为了支持年轻人创业，那我就把后面这块空间呢，让他们来成立这个咖啡甜点店。因为我本身我们是经营家具店这样子，那其实有时候卖家具这种东西，你卖到最后，你就会想说，其实我卖的不单单只是家具，而是一种生活的模式，一种感觉嘛。就我今天做了一张舒服的沙发，吃着好吃的东西，这是一个生活的一种乐趣。对，那我就说，我这个朋友，你在做甜点，又是法国蓝带学回来的，他说，帮我们家有块空地啊，帮我们来弄一些那种咖啡厅，但是我又不想要跟人家一样的咖啡厅，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场的几乎每一张座位啊，每一个桌子它都长得不一样。对，我的目的就是说，我希望你在不同的座位啊，或是不同的环境，你可以享受到不一样的感觉。店长黄俊腾表示，因为安南区过去较少有法式甜点店，现在有了这间店后，互民众免阁行去市区，而安南区就会当品尝到这美味的法式甜点。那由于安南区这一带其实来讲，其实甜点店不多。那加上可能我们之后还会有规划所谓的餐酒馆的部分，对，所以这个地方来讲，就是它也还在开发。那我们也希望说，安南区的朋友就是除了甜点店不用再跑到市区，然后我们这个地方也有，然后大家座位是比较舒服、比较开心的，所以那当然也是希望说，这个空间是让大家可以多多的利用，然后也多多的享受这样的空间。这样。负责甜点部门的黄博维，过去曾经伫五宝村面包店服务。也因此爱上了烘焙工课。虽然不是本科出身，但为了增进家己的技术，特别前往法国学习，也取得了法国蓝带主厨的认证。大学的时候在五宝村打工，就是机缘巧合下蛮想要去做烘焙这一块，才选择去法国。那回台湾之后呢，我觉得在台湾的原物料上，其实比很多国家来得更好，只是我们可能在技术上没有这么的成熟，所以我才选择去国外去学习烹饪技术。然后再回国来做这个。那我们也希望说，透过这样的空间啊，让大家知道说，生活跟甜点，就是还有一些艺术品，算是可以蛮息息相关的。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可以推广台湾人在地的口味，就用台湾自己的原物料去做。其实我觉得这才是台湾本身很多厨师该做到的本质。柯以全、黄俊腾、黄博维、甲刘卫伦、谢人发挥各自的专长，携手伫安南区开了不凡法式甜点。柯以全伫父亲的支持下，利用工厂限制空间开店。头前是家具店，后壁是咖啡厅的组合，就是希望造互民众无同款的感受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